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哦，白边，咱今仔日你有感觉目睭都疼的无？哦，我刚刚目睭就疼，我应该挂喺乌仁目镜呢。大家听众朋友，你敢知影是安怎目睭闭袂开？因为今仔日我邀请到一个大来宾啊！哎呀，感谢。就是有一个大来宾来了，人讲华语讲蓬荜生辉，即摆规间厝拢发光啊！哦，光到阮安尼光死死，目睭拢闭袂开。拄则迄句感谢，听众朋友恁敢有听出这是啥物声？是毋是足熟悉、足熟悉、足熟悉的？每礼拜，请继续收看。我听众朋友啱听出来啊！咱今日的大来宾，出名人车少门的大来宾，就是董美云老师。感谢，我想讲是介绍是眼科的医生，因为恁感觉目睭无爽快会插吧？老师遮厉害，佫会使医目睭哦。看到你的那像医目睭，我目睭拢金起来啊！哎呀，真感谢，真感谢，真欢喜来遮，甲咱即个乌白小便了。那吃古水啦，是安那乌白便，恁来吃古水啊？因为阮就一个乌一个白白啊。趁无影听众朋友，你毋通叫用骗去，因两个是一个足水足古水的查某囡仔。哎呦，多谢老师。我要讲妈讲我去互美云老师学了。哇，伊一个哦，老师，阮今仔日邀请你来啊，就是阮就是有一寡就是网友写来的问题，想讲要就是较挖近你啊，甲你了解一下啊，有问到一寡戏出的问题嘛，有问到一寡歌戏甲名报，所以老师就爱准备一下哦，互阮好好啊，甲你问一下哦。请，你要问多少？你要问多少？我那袂分配好，伤紧张啊！袂分配好。好啊，你先啊，你先啊。我先好先好，啊无我来先问老师，就是阮有网友想要问讲啊，就是歌戏的外台戏，甲伫咧文化中心演出的迄种内台戏，就是对歌戏的演员来讲，你感觉较大的差别是伫咧倒位？敢有需要无共款的训练？敢会当记一下咧，甲大家讲一下。好，其实伫咧外台戏，你看到歌戏的表演，大部分拢是无剧本的。嘿，无剧本。嘿，无剧本的。啊，若是伫咧文化场，就是咱讲的国家剧院啦，还是即个台中国家歌剧院啦、高雄维美啊歌剧院，类似有即个内场的即个演出。咱即摆咱定伫咧讲吼，即个政治的歌戏，做互有路。其实即种的伫咧对剧本开始，也佫有对挑选演员、音乐设计、舞台设计，也佫有所有的整体的即个美术，其实包括即个影像，所以每一项拢必须都要有经过专业人士，伊来投入来参与。所以才会当有一个好看的戏出，但是伫咧外场的演出，其实大部分第一，即个场地的限制；第二，有可能经费的限制，所以伊袂当伫咧一个真周全的即个准备之下，会当有一个完整的演出，所以这较有困难。所以外场咱若一般着看到伫咧即个写实的演出、庙会的戏，除非是大场的文化场，啊，若是无大部分拢是即兴，就是迄个烫北内。阮所讲的北内，毋是食物件北内哦，吼，毋是咱咧食物件，而是迄落离喙出，离喙出就是随开喙，就会当讲四连八，开喙就会当讲故事。但是这嘛是都爱看经验，有诶经验丰富诶老前辈，一个人上台，伊搬5分钟、10分钟无问题。伊会当报伊家己诶名，讲伊诶是大人，而且甚至开始讲伊诶故事，啊，讲伊要去倒位啊，会当一个人搬3-5分钟无问题。我知，迄天迄金明老师有采访诶时阵，迄采访诶人，佮有甲伊翕纪录片诶人，就讲，拄则迄个来宾拄好有来。拄则第一场拄好是有翕金明老师诶迄纪录片诶人。所以就是你若是有迄种经验的前辈，伊就有法度随时会当安尼讲。但是伫咧外场的演出，为什么有的观众朋友看了会感觉减一项，有减什么咧？就是会感觉可能有5-6成，但是迄个较幼路可能都无去啊。因为伊都受限伫咧即个限制的外场嘛。所以无法度，你即马你当伫咧看的时阵，看甲足紧张。看甲足感动，忽然间，你即个目屎已经练落来，干目镜已经要练落来。忽然间，怎啊听到后面
来拔烟枪哦，来拔烟枪哦，嘿烟啦，枪20块，嘿头对家啊，就忽然间你目屎怎伫遮全部揪倒转去？对，头家来一支啊！对，嘿，啊，这是以前古早拢煮碰饼嘛，对。伫咧边卡，你上少年的时候，你有，毋我有知食过，我有食过有啊。台南有啦，阮即摆台南即摆文化复兴，因拢有伫准备啦安。尼有，对，对你安尼讲嘿是实际，若无伊其实是足少年的，我看伊是无可能知影啦。无啦，嘿迄美文老师对阮上好啊，阮无少年啊。伫我看起来，恁拢介少年好啦啦。，无啦，你是神的，你是阮神，你是仙的迄种产业，爱拜。有影老爸啦哦，有影嘿，我忽然间感觉我身躯足烧咯，因为我后面拢有迄个光，更哦，更死死啊！金光闪闪，金光闪闪。真的所以咱就咧即个表演的形态顶面，咱就发现无共款。亲像伫剧场的演出，譬如讲，阮伫咧即个国家剧院要公演的一出哩，其实伊对剧本的即个发想、筹备、讲故事、开会，有诶若较功夫的，甚至是伫咧一两冬以前都爱进行啊。哦，就是准备的时间爱嘛，准备嘿，你爱准备即个过程爱用遮济时间，甚至甲剧本完成了后，你爱经过不断的开会修改，啊，搁再来挑选适合的演员。哦，因为你有一个足好的故事，但是你演员若找了毋对，你即个故事也是了乌有去啦。对其实对都袂小可无菜安尼，都会无菜，都敢若你食面共款，你都减一项料理，安那食起来你都感觉减一味，永远就减一味。嘿啦，对，啊，所以要安怎办一道真青草的菜，出一道真好的即个一道料理，其实所有必须都爱配备，拢爱周全。就对剧本开始，演员啊有一个好的导演，伊会当来整体吼，来即个来演导即出戏，啊来迄个甲来迄个等于延续编剧伊的即个创意，会当互伊安尼精彩甲伊导出来，啊会当有好的演员来表演，甚至会当有好听的音乐。你逐项拢有啊，即个看的咧，视觉上看的嘛足重要啊。哦，对，你都爱有好的美术设计，对即个好的美术设计有可能是安那即个舞台设计，还有即个影像影像的，唱的，对影像的设计，抑有灯光，电光对电光这嘛最重要的。服装嘛真重要啊。对啊，所以全部拢全部拢都重要的，所以你欠一个拢袂使。欠一个嘿，真正欠一个拢袂使。所以伫咧即款整体的即款全面化的即种团体的共同合作的演出之下，你敢若伫剧场看会到。哦，对啦，嘿啦，嘿，因为真正敢若因为伫剧场。外台较无迄种灯光有限啊，伊有限，所以你嘛袂当勉强，因为第一经费有限，灯光有限，所以我其实大部分我拢会鼓励观众朋友，我讲伫咧庙口的表演是咱台湾一种特色啦，吼，对咱即个庙埕这是咱一特色种文文化。嘿但是有一种特色文化，有诶伊是会当有艺术化较提升我知的，我知，有一种是较娱乐性的。对，所以咱必须要都爱无啥物好甲毋好，其实我感觉这就是台湾的特色嘛。对，但是问题是你会当有真侪选择，啊，伫咧有真侪选择的情形下，应该都爱多面去了解，对爱逐项拢了解，毋通干那讲啊，我看过啊，干那伫庙埕尔，啊后摆若要请你去剧场看，你煞就问讲敢爱买票？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啊，一出戏对剧本的即个发想、对筹备、头前的开会，对敢若嘉宾毋知啉几桶去，吼啊，即个不断的伫咧讨论，抑佫有逐个即个创意的发想，每一个设计的老师，大家拢激头壳激到起笑呢。真正头早拢背去啊，有的头搁头早，落头门，我要嘿像我有的搁落落头门，我即摆就要讲落头门。落头门，咱压力伤大，拢落头门。真正系啊，所以你甲想看嘛，所有遮的人共同完成一个作品，敢无值得？你都会当看电影买票啊，是安那？毋买票入来支持艺文咧？对，真是诶嘿，真正诶，一嘿，定要对啊支持，对啦，对，嘿啊，老师，我想要问讲，像迄外台戏啊，像因迄乐队、乐团这，敢有啥物就是特别的限制，还是讲？外场的，就是咱拄仔讲的嘛，对对其实就是场地就遐细，对，你其实要准人济嘛，无法度。对无法度先。所以咱即马大部分，我毋知影即马改变甲啥物啊。以前我还佫知影大部分上晚家，伊可能就是4个。哦对，
有诶佫较济可能会5个，对啊，敢若较，因为伊拢坐伫台顶嘛，对啊，因为迄个台较细，外台较细嘛，所以大部分，但是我听伊讲，有人甲我讲，甚至即马佫有改甲剩一个对一个，对，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对一个，差不多一两个尔，一两个尔。真实的吗？对，我迄工伫迄下港庙年头前看的，敢若一两个。啊，因为我足久无看到，啊，我尾来拢是去就是啥物文化中心迄种看，迄现场我感觉听起来迄真差足济呢。我第一届看到迄演员啊，向佫落雪，啊，佫有一股啥哦，我甲阮姐姐看到伫遐咧哭，迄真诶是感动程度真诶无共款呐。对，所以真正就是讲，这其实有当时定讨论到这个问题，我拢毋知影应该要安怎讲，因为大家拢希望要做会好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就是受限制伊即个环境吼，咱即个有限的资源啦吼，所以就无法度啊。但是我想要就是希望来介绍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互大家了解讲，歌戏有真侪种表演的形态。无共的方式，但是咱会当多多了解。啊，假使若是想要了解讲，即马进步到什么程度，还是讲即马已经提升到什么程度，甚至会当甲国外，像阮出国去表演做交流的时阵，会当直接用咱台湾的节目，甲国外的节目伫咧做交流，咱就真正会当行入来剧场看卖啊。为什么会当安尼做？你若入来看到就知影，为什么阮会当安尼做？就像拄则讲的，真诶，值得买票。我第一届去的时阵，我第一届看到迄种文化冲击，甲迄种感动，真诶是你伫戏台骹，迄种环境无遐多比拼的啦。所以讲真正足欢迎大家，就是爱支持爱买票。对安尼第二条要问老师讲，安尼比较起来啊，歌戏的演员伫咧戏台表演甲电视录影播出，你感觉上大的差别甲挑战是啥物？当然电视的播出其实有真侪是事先都做好的功课吼，譬如讲唱歌的部分伫录音室录好啊。对。啊，即个毋免真正就是真正安尼日头请夜夜真热的时阵，透中下昼你就去戏台顶去准备，就爱妆就袂扬去，就是妆扬去，啊，搁再顾落去安尼吼。啊，也是讲你是伫咧剧场，你嘛都要七早八早，因为大家拢有照迄个班表的时间嘛。你一定爱几点爱来排练，爱来化妆，爱来洗头，因为佫落10个，就50-60个、70-80个，你一定爱提早到位嘛。啊，但电视的就会当咱是照班表，就是今仔日我若先拍恁2个人，都你都毋免遐早来啊，嘿啊。啊是头前都有别人的戏啊，你会当中班的，你都嘿，你时间较自由会当安排啊。啊，唱歌的部分你嘛会当提早做功课，因为入去录音室录音嘛。你只要录完了后，你都爱必须对这个歌，你都爱听互伊较熟的。你才有法度伫咧唱的时阵，咧对的时阵，才有法度投入你的感情。因为导演的要求，像阮即摆面无客栈，导演的要求，颠倒是唱歌唱愈好，伊拢会交代毋通唱遐好。因为这是唱戏，毋是唱歌。因为有真侪人拢会定定袂记哩即项代志，就是当作讲我伫录音室唱歌，我就是爱甲唱哦，足好听，足好听。唱片共款呢。对。但是其实迄是要戏内底迄个情绪感情爱甲藏入去，感情较重要。因为我若是搬到遮的时阵，我演到遮，其实拄歌出来时阵是爱接着我的情绪。我免去忽然间我真激动，我靠安尼唱出来时阵，忽然间就讲听你在讲，哎吼，安尼对啦对啦，一定爱有结合，所以其实这是伫咧一般大部分以前的人无啥会去注意到这点。因为会对录音室内面录歌，甲当作是一项工课。伊就会当作讲，就是甲录个水、录个好就好啊。啊，但是对着阮即摆新作风、新的做法，阮感觉就是要观众朋友剧场的感觉。剧场的感觉就是你人物的个性，虽然是相机伊安尼跳咧拍，但是情绪甲啥物拢是连贯的。更包括你的唱歌。所以袂因为戏搬到足精彩，甲遮忽然间听到歌声出来。你怎情绪转去啊？我拄则嘛想要问的，因为我想讲歌戏伫歌台戏，因为伊是全部规个练的，所以因的迄情绪，譬如讲伫考伫啥物拢是较练的。啊，像比如讲，咱今日先拍即2个人，后壁拍即2个人，啊，我明仔载佫拍昨迄出戏，演员的迄种的情绪，敢有出现过接袂起来状况？若是电视顶面吼，因为阮若惯势电视作业的人是袂有即种问题，因为大家拢是专业的演员。对。因为每一个人对个人的角色功课拢做
真充足，而且拢做，大家拢准备足久的，大家拢真认真，而且阮阁有迄个要录以前，阁有先去即个念真大哥因的公司，伊有指导阮有迄个先读剧本。所以你有先做伙读过剧本？阮有拢有先读过剧本，对人物每一个人的个性、伊的口讲话语气，啊，甲伊的迄个个性。伊就拢先甲阮定调，拢先甲阮讲出来。嘿，因为有可能是一句话，但是你两个人个性无共，讲出来都无共。是啊，是啊。对，所以阮拢有头前先做真侪功课啊。真诶，一出戏真诶，就是足侪人用心伫做诶。真诶。对嘿。好，过来就是接小头倒诶问题，就是讲到音乐。那呢，请问即马歌戏团诶乐师敢有好找？嘿，阮其实剧团的乐师，阮有真侪是固定伫咧配合的。就是讲伊是乐师，但是伊无咧接其他的所在演出，伊敢若甲阮配合，因为甲阮就是有一个默契，还应该是安尼讲，就是久长落来，就是大家拢有一种都敢若家己的团，敢若差一个签契约尔啦。嘿，因为其实当然是剧团活动也济，啊，搁再来就是合作。有诶，搁真侪少年仔是我对因细汉看甲大汉诶，嘿，因拢是真侪少年仔对即个编剧做剧，其实逐个因拢真有热情，而且就是本来就是本科系一个读诶一路起来，所以因就变做敢若是剧团诶一份子共款，所以并无歹找即个代志，嘿。安尼听起来有足侪会当景诶哦。对，嘿啊。那呢个无共款，就是电视歌戏诶音乐，佫是安怎制作诶？电视歌戏音乐大部分阮是会先录起来，我感觉即题甲下面迄题敢若会当做伙。对，嘿啊。反正朋友你看，这就是我迄，就是生日就是安尼，生日佫会当甲阮指导哦。阮真个足紧张啊！讲你真正是无法度感觉阮是有偌紧张啦。因两个就古锥的，我伫咧讲是不是有诶合作伙？你咧问我讲，迄个音乐要安怎做对无？其实伫咧录音室的电视的拢爱先录音嘛。录音内面，阮除了有四大件，恁知影吗？就是迄个传统的乐器。传统的乐器。老师，你会使先说甲听众朋友讲，因为有人毋知。有弦啦，有弦啦，有三弦，有拼啦，啊有扬琴。扬琴，嘿，对，就是迄个一般你若譬如讲乐团无遐尼济人，你上无即个基本的你爱有。但是伫咧迄个像电视即个录音，阮大部分除了主要的乐器以之外，音乐的制作顶面，阮会有实际的乐器，搁再加上 MIDI， 所以这变做是一个已经即马已经真进步啊。就是有各种方式伫咧编曲甲作曲。嘿，对，所以有真侪种方式。听众朋友啊，恁听到遮吼，阮其实有加一支片花，内底有小可介绍着咱的音乐是安怎制作的，啊，搁后壁的歌曲，大家拢会当伫阮的卖奖页来看到哦。安尼咱煞咧问第四条，有一个网友啊，我就讲这是网友写来的，伊真的是足认真的哦。伊讲伊捌看过老师你伫舞台剧啊，人间条件二，伊甲伊生命当中的查甫人，你内底是演一个妈妈。啊！你因为你真毋甘，就是30个少年人啊受咱往生，所以你甲因拄起内底好起来，而且你佫拿哭甲因的身体佚佗搭，互观众是看甲安尼喉更甜拢对咧哭呢。啊，想要请问老师，你是安怎？就是每一条拢会当演甲哭？演甲哭，这个网友足古锥的，阮生咧想要哭就要哭。真正昨晚都是有法术，有当 YouTube 都是有咧播迄人间条件1到7，马拉松，阮拢有看，迄真正就好看，真诶，足感动诶。其实你应该安尼讲哦，以前其实对着哭即项代志，我感觉是一个真困难，是安怎会感觉真困难？因为总是会感觉讲。你无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无什么冲击，你即嘛是咧哭什么？所以慢慢啊演戏演到一个阶段啊完了，才发现讲，其实搬戏上困难的，就是伫咧哭戏，伫咧无，就是伫咧你要安怎会当行入即个角色的人生。毋是去搬伊。是真正甲你当作是，你甲你当作是迄个角色啦。对嘿，你是要安怎行入伊的人生？像即个人间条件，离即个即出戏，其实是因为念真大哥的剧本写甲足好诶。而且因每一句台词拢足有力量诶。伊这力量伊有真温柔诶，真感动诶，真坚定诶。
伊其实伫咧即个台词顶面，伊咧为阮设计，伫咧每一个角色设计，伊都写甲真好。所以其实对阮演员来讲，阮真幸运，阮会当只要看到伊的剧本，真紧就会当进入即个角色。嘿，都会当进入迄个角色。所以真正甲迄个时阵，阮哪甲因切身躯带哪咧讲的时阵。目屎就练落来，迄是自然的。自然的，阮伫咧排戏的时阵，我都挡袂掉啊。所以，迄个定先导演迄当阵，伊嘛是排主啊，副导啊，伊尾啊，伊嘛是咧讲，伊讲哇，敢若排练场，我对迄个南方四剑客有无？迄个布偶伫遐咧镜仔咧切，伊讲我会用搬甲口骹，因为翁仔看到会笑啊。伊讲我无，我完全我就是真正系啊。但是其实。就是要安怎讲，就是对于我来讲，我感觉是因为这个故事，因为这个剧情，甲我带入去这个人的生命当中，而且尤其是听到迄个音乐，佮边仔演员，因为人间条件所有演员拢足坚强的，迄个阵容啊，阵容足坚强的。你看小玲嘿啊，迄个黄韵玲啊，小玲是演阮查某囝，啊美秀是演伊迄个后半段嘛，对，所以甲真侪优秀的演员做伙演，有好的剧本，有好的导演，啊，佮真侪优秀的演员，其实这对一个演员来讲，就是上幸福的代志。真的，系啊，对观众来讲嘛是上幸福的代志啦。你看阮两个咧对咧哭，但是你看哦，伫迄舞台剧咱演甲哭，因为咱即马化妆品拢已经较进步啊。但是以早老师恁咧演歌戏的时阵，无遐济风水的，要安怎？恁歌戏你哭啊，敢会就是安尼哭。我伫以早看迄个外台戏，迄小段，伊就是哭到迄伊目屎安尼，就两撮乌乌呢，真的呢。啊，老师恁以早敢会烦恼安尼？以前的当然较会，但是以前的敢若伊嘛是一个特色，你知无？就是你看伊咧搬哭的，就是当看到两条乌，你才有感觉伊无咧哭，因为伤。这嘛是一种特色哦。这是一种特色，但是无啦，其实时代伫咧进步吼，到即马来其实大部分真讲究粉底也好，也是即个有无？咱咧讲乌膏，就是你咧讲眼影嘿。伊其实即马有真侪迄个较会当防水啦、防流汗啦，有无？就是毋免烦恼伊会哭，嘛毋免惊讲流汗，伊就会伊就会安尼倒。会倒开，系啊，毋免烦恼。所以即马因为真进步啊，所以大部分都会当都真舒适啦。所以大家拢会当水水。所以讲诶，以早就是看到两撮乌乌，才是哭，所以就干那会当互伊安尼又搁是哭诶问题，就是要安怎控制讲，就是安尼哭到安尼，目屎安尼干咧，安尼要顶落来，搁无顶落来，迄种场面，即个春秋是要安怎存在？即个网友做甲问问题呢？对，我感觉这是一种经验的控制。经验，搁再来就是对着你家己戏的迄个情绪的深浅。譬如讲啦吼，我嘛捌拄着安尼，导演甲我要求讲，你迄个目屎干目镜就好，你莫练落来。但是都挡袂掉，才喙开，脑梗就甜。对。啊，其实脑梗就甜，你若愈讲目屎就愈要练落来。其实迄当阵变做对于我个人来讲是一种。颠倒是一种真倒变真歹控制，因为大家是目屎练袂落来，我是袂使练落来，袂使练落来。所以忽然间发现讲，我阁会记你当拍一个8点档的迄个，因为完了啊，伊广告，伊讲要进广告，迄个就那一卡就到我遐停起来。但是导演希望讲，毋是讲煞了就哪讲哪哭，伊希望讲是目屎干目镜，然后等下看到阮囝伊走完了，我目手揢起来，目屎才练落来。这豆豆安尼啊，嘿，然后才定格。那我都控制啦。我怎啊要啊？伊就头一个镜头拍完了，伊讲伊希望是要安尼，我怎讲好，我尽量。所以就变做尽量，就变做敢若会当情绪起来时阵，你家己都爱搁加嘿，搁加压落来，嘿，搁加压落来嘿，一直甲坚持，感觉目屎伫遮。其实有当若真正情绪咱嘛无法度控制，但是就是变做爱控制家己迄场戏演的情绪。因为你情绪愈大时阵，就是你愈无法度控制，就是变做爱控制家己表演的方式。嘿啦，这嘛是一种训练。老师讲迄哭到尾啊，就是收袂起来的。无法度收煞。以前捌安尼，因为以前拄我嘛是当着厝内，譬如讲迄当阵都老爸拄我往生嘛，所以其实有真侪特别即种，互你感觉会打动着你的情绪的戏，会特别足够哭的。我感觉迄个熬哭就是讲，并毋是情绪到遮你爱哭，你是只要有相关的字、相关字眼，你若讲着，就敢若
keyword 都算时间开关甲切落安尼，我就目屎就开始一直头啊。其实我感觉，我蛮捌思考即个问题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感觉就是因为亲人拄离开咱，就是迄个心肝内拄当咧调整，嘿，当咧艰苦，所以你任何一句话，还是一个情绪，你都会容易打动家己的心内，都会挡袂牢，都会想要遐捌少年迄当阵捌，啊，即马较。即马侪岁啊啦，即马较会晓。即马生的啊，有法术啊，再家点起来。毋是，即马较会控制啦，嘿啊！即马学习嘛，人生就是学习，就是慢慢会晓学习控制家己的即个情绪、甲个性、甲即个性地嘿。听众朋友啊，你甲听看觅，咱甲生的讲话，你看目一年，你看10几分钟就过啊。但是时间哪会过遐紧？对啊，咱一集的时间就到啊。咱准备，咱先休困一下，因为老师拄则去开会，然后所有来接来教阮录音，啊嘛是真辛苦。所以咱这集的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先互老师休困一下。好，安尼我来收尾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教问，来请问。多谢大家努力。好，多谢大家吼努力，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哦，谢谢，嘿啊。这样你上公边隔壁开会煞行倒来多好。毋是我形容袂记哩，我当作是伫隔壁迄顶摆来我已经袂记哩啊。壁咚。所以我一直咧想讲，我是要行起来，还是我要开车起来？啊，但我搁想讲开车敢若无位呢，就是我家己住遐一直想讲，敢若结果经过壁咚完了，我才讲，他都应该开车起来。来，我们预备起哦。好。无紧，咱头前咱教训咱咯。阮头前拄开始拢会拍蜡凉。哦，好，恁去拍蜡凉，我啉咖啡好。无啦，老师坐遮，阮毋敢拍蜡凉。放轻松吼。我想讲，当作家己厝内吼。我想讲，我自细看到我伟大偶像来啊！我气死啊！我等要甲阿妈讲。来，我等要甲阿妈讲。老师，你是毋是有电话？有震动？无。哦，好，我继续。好。情绪登去啊！别，迄伫迄外台戏，我真诶看迄有迄小蛋，伊是靠甲目水，小蛋，对不起，加掉，我要加掉。小蛋，好，个一个，所以咱第所以咱这集来 NG， 来。老师拍摄最后一句，咱个一个崩起。来哦，个一个哦，1、2、3。